后来过这个中秋了后，嘛进入到温泉季咯。永年主打着台湾甲日本交流的台北温泉季，今年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，日本的业者无法度来台湾，所以改以寄货为主。业者讲，伫这个疫情的冲击下，北部的温泉饭店嘛郁闷真久咯。年底是最后一波冲业绩的时机，所以嘛是史上第一届浸温泉的大月，推出着2.5折的泡汤券。想要活力伫跳舞，互人看到大家拢对伫微笑。台北温泉季已经开始啊，现场充满着日本味。因为这款的场面今年真恶果出现啊。因为疫情影响，日本10外温泉交流协会拢无法来台湾。今年台北温泉季只能靠北投的业者自立自强。在日本10几个温泉区的友好温泉区，他们几乎有的都停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珍惜当下，也珍惜我们在台湾、在台北的美好。为日日开始，小连续5天，台北温泉季以祈福游行、温泉专车、甲亲子体验活动，以及北投特有的那卡西的文化，要吸引游客，也要促销所有日本的交流活动。这日泡温泉的大月，嘛因为疫情，或者个促销比永年搁较低。亚太饭店的温泉券6张，5280块拍37折；水美温泉会馆4张，1000块拍2折半，嘛是有史以来上低。台日酒店的温泉券买2送1张是拍5折。即马疫情有较回啊，嘛互已经郁足真久的温泉业者，上阵秋冬最后一批商机，希望讲会使趁起来补。